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0月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农村，聊一聊农民，聊一聊农业，这个所谓的三农问题啊。今天正好晚上有几篇文章同时都谈到了农民的问题。一个是孙立平教授的，他写了一篇文章，他标题叫该关心一下农村了。这个孙立平教授大家也知道以前我们节目也经常介绍。那也巧了这个李小加他也有一篇文章叫补偿经济增长中对数亿农民欠债是中国的未来，也就是要把对农民的亏欠要补起来才是中国的未来。这个李小加是什么人呢？李小加是香港交易所前行政总裁，所以他这个说法也是非常叫出人意料，就直接这么直截了当。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两位专家他是怎么说的。首先是孙立平教授他说该关心一下农村了，也就是到了关心农村的时候了。他的文章这么说的，他说最近接连听到两件事情。我的一位学生前一段时间做留守儿童研究，最近他告诉我，他说我研究着突然发现留守儿童没有了。这个确实是这个现象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外地找不到工作，都回家了，这样留守儿童自然就不存在了。还有一位朋友家的阿姨，就是保姆前些天回了一趟农村，回来后这位阿姨感慨说他们村的农民现在感觉生活压力挺大的，负担挺重的，很多农民家里经济情况都不是很好。这个好理解这个咱们节目一直说，各个城市各种工地都已经停工了，有很多农民出去实际上就是在工地上干活，对吧？一天300，现在这工作没有了，他们有的还在城市里面接零工，有的零工都接不着，只好回家。听到这两件事，心情有点沉重。在过去的几年中，虽然也知道经济的情况不好，但接触的更多是做企业的朋友，至少是城里人，而农村的情况接触的不多。现在看应当关心农村的情况了。他说总的背景是现在靠地吃饭已经越来越没有可能。2025年数据显示，小麦收购价每斤1.3元，玉米1.2元，与10年前几乎持平，而同期化肥价格上涨40%，柴油价格上涨60%，种子价格翻倍。河南的一位农民算账，一亩小麦总成本约1200元，亩产1000斤，收入1300元，净利100元，连进城打工3天的工资都不如。这个说的是实际情况也根据我掌握的这个情况，亩产1000斤都还算是好的，收入嘛它是有波动的是1300还是1400还是1200，得根据当时的价格不同。但是共同点是，但凡你在城里能找一个保安的工作，管吃管住，一个月给你2000，你都比在家种地要强得多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种粮亏本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河南周口的一位种粮大户计算，亩产1100斤小麦，扣除地租、化肥、机械成本后，每亩净亏83元。从表面看，种粮亏本直接原因是农资价格持续攀升。全球化肥价格在2023年暴涨后，2025年国内尿素价格仍维持2800元每吨的高位。河北邯郸一位农民的账本显示，复合肥价格从2020年的120元每袋涨至180元每袋，农药每亩增加35元，柴油、春灌用油成本翻倍。这个孙立平教授说的这些都是种粮大户现在农村里面基本上都是种粮大户，你没有说他家这2亩地在种，很少那大家想象一下，你那地方都是种粮大户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就1-2个人在种地，承包了，剩下的人都没有地可种。农民把自己手上几亩地都交给大户去种去了，就自己种你都养不活自己，对吧？你假设你家里有5亩地，5亩地，你说你一季小麦才挣多少钱呢？这不是挣钱你这个现金流才6-7千块钱，10%的利润只有600块，你还有可能是赔钱。那你种2季，现金流也就12000、13000，现金流你得把成本去掉，你可能是赔钱的。所以刚才说了嘛，你但凡你在城里面能找一个保安工作管吃管住，给2000、3000，那简直是快活似神仙这对一个农民来说比他种地强。说话虽然这么说，但追问下去，事情比这个复杂。即使没有农资价格的攀升，农民
就能靠种地维持生计吗？答案是也不太可能，不是不太可能，是不可能。在本世纪前10年，农民的生活曾经一度有明显改善。当时我到贵州去，农民反映最主要是3个原因：一是农业税和其他一些收费取消了；二是新农合的推广使农民得到实惠；三是打工收入增加。其中后者更主要的原因，没毛病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农村都富起来了，对吧？农村的房子盖得不错，农村很多人都开车啊，他们都不是种地的，都是在外面打工，或者做点小生意，或者是卖早点、开餐馆，或者在餐馆打工，甚至有的在工地搬砖的，搬着搬着，也就积累一下一笔财富。资料显示啊，从2005年到2010年，全国农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从1175元增至2431元，年均增长15.7%，占总收入比重从36%提升至40%。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农民家翻新盖了房子，购买了家电，有的甚至购买了小汽车。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从2005年的45.5%降至2010年的41.1%。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是这些年农村状况改善的根本原因。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9973万人，就是将近3亿人呢。2025年接近3亿人，但在最近几年间，尤其是从2023年到2025年，农民工失业返乡的问题日益突出。在过去的几年里，受冲击最大的是建筑业和制造业，分别减少近1000万和数百万工作岗位，这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在这当中，有些人回到家乡后自己创业，而从统计的人数看，规模还不小，但实际效果与表面数字有很大出入，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久经风浪的企业家们都很难挣钱，这些返乡创业者又会有多大的空间？无非是把自己在城里攒的那3瓜2枣赔掉而已。这个就是非常残酷的现实啊！你回老家不管干什么，你干得好的就是实际上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份工作，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在老家开个小餐馆，如果你开下去了不赔钱，实际上就说明你就是养活了自己啊，因为你不需要招服务员呢，对吧？自己和自己媳妇就是服务员，这个店能开下去，实际上就养活了这俩人，这还算好的。那很多还开不下去的。实际上这个返乡农民工造成的问题啊，大家经常看那个视频就能看到，对吧？不是安徽淮北，就是河南周口，要么就是山东什么地方，或者江苏苏北，是吧？那大量的老头老太太在那个收割机下捡土豆、捡黄豆、捡玉米。大家回忆回忆，10年前你很难看见这种场景，但是疫情以后啊，这种现象就比比皆是，对吧？每年一到秋收的时候，这种视频，对吧？满碗都是的，对吧？很多人把这个原因呢归咎于这些农民坏，这些农民不劳而获。实际上他完全看错了这个问题。一个农民啊，你捡一天豆子，你都捡不到30块钱。在城里搬砖，对吧？工地上一般都是300一天，你但凡他有搬砖的机会，他怎么可能跑去捡那个豆子呢？对吧？他在城里干个保洁，一天也不止100块。实际上这反映的是就业，对吧？降级，收入降级。这个孙立平教授说关于农民工就业机会减少的原因，这里要多说几句，说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讨论了，大家说的比较多。但是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下面2点，一是住宿餐饮等服务业的萧条。我们都知道，住宿餐饮这样的服务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强，但在最近的几年中，这些服务行业情况非常不乐观。以北京市为例那就北京市那就非常严重了，咱就不介绍了，它是数字什么北京1600家住宿单位，就规模以上的2025年上半年6个月，1600家企业一共只赚了6000万，平均每家就赚了3万7，一个月合着不到将近6000块。所以这些行业的这个本来他们吸纳很多的服务人员都是农民工、农村务工人员，那现在肯定是容纳不下了，对吧？那些保洁那不都是农民工吗？他说2是自动化替代，现在很多生产领域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多被机器和智能设备所取代，特别是制造生产线自动化程度提高，劳动力被排挤、被淘汰的现象与日俱增，而且将来还会更加严重。农民工失业的直接影响是农民货币收入的减少。某劳务输出大省测算，该省1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将直接造成农民收入减收人均减少70块。若全年不能再就业，将使全省农民人均减收430元。当然了，这里面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农村人口
的老龄化。他说，要知道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是显著高于城市的，而且呈现加速深化趋势。这个确实啊，你现在到农村里面走一圈啊，就是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啊，很多农村里面就剩下老头老太太。根据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24%，比城镇高出8个百分点。这一结构性差异在2025年进一步扩大，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超过20%，空巢率高达62%，远超城市的45%。老龄化的加重直接造成2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障问题。2025年，城镇职工月均养老金3200元，而农民仅240元，差距达14倍。新农合医保报销比例仅50%到70%，且许多药品不在目录内。攒了10年的养老钱，一夜回到解放前，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第二个以地养老越来越不现实。首先是前面所说种地不挣钱，其次是前面说过的农村空巢率高达62%，远超城市的45%，部分农村地区空巢老人比例高达70%，而且许多老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失能率远高于城市。三是这些老年人年事已高，劳动能力越来越差。有数据显示，70%的农村70岁以上老人仍在家务农。但再过几年呢，除了老龄化之外，农民负担重的另一个因素是教育。现在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普及率不断提高，让农村家庭读书成为最重的负担。有人计算，一般一个农村孩子的教育费用5万元左右，基本是一个农民家庭2个劳动力5年以上的收入。说到农村的这个老龄化、空巢化，我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我们这儿真实的故事我一个长辈是个女性今年80多岁，她的子女呢，就像众多农村的这个农民一样都在外地打工，家里常年就她一个人，除了春节那几天，晚辈们回来过年，然后剩下的过几天之后全走了，就剩那个老太太一个人。那这个老太太有什么问题呢？你想80多岁，那个基础病还少得了吗？高血压、三高，还糖尿病。不光她是空巢老人，关键是她那个村子就没几个老人，没人。他到医院看病要自己骑一个那种3轮电动车，所以养老是个特别大的问题。他身体还不好，那怎么办呢？所以家里人呢就给他在房间里到处装上摄像头，在外面一边打工一边上班，一边要看这个摄像头。结果有一天就发现老太太在客厅里面摔倒了，在地上起不来，高血压嘛。然后怎么办呢？离老太太家不远是他弟弟家，那他的子女就叫舅舅，他弟弟家，弟弟在家。弟弟为什么在家呢？但弟弟也70多了比老太太就小3岁吧，也快80了，70多。弟弟为什么在家呢？是因为弟弟年前他是酒后骑那个电瓶车，不知道是撞树上了还是撞电线杆上了，把腿撞折了。那在家里养伤呢，这个拄个拐棍，也是一个人。这时候没办法这个家里人只好给他这个舅舅打电话，说他去他家看看，他妈妈倒在地上起不来。然后他舅舅就拄着拐棍，架着双拐到他们家，然后他们家就通过那个视频就能看见，他舅舅把那个双拐往那旁边一放，挪过去把他妈从地上拉起来。这就是农村的现状。这个老太太不算惨这个老太太的前面就是邻居前面一户人家情况跟她差不多，年纪也是70、80。她这个稍微好一点，就是她的子女就在附近镇上县城里面打工，在那儿。然后呢，老太太呢，他们家的老太太去县城帮孩子去带孙子去了，然后就剩了一个老头在家。那老头在家他闲不住就一个人然后他就在地里还干点活，种点菜。结果据说去年6月份还7月份呢，正好热的时候，老头不知道在地里去整啥，然后就没有了音讯。然后他老伴儿在县城里面晚上打视频打电话没人接他也没办法。第二天又给附近的就是还留守在家的那个老头打电话，说让他去他家看看。这个老头一晚上打电话也没人接，结果别的老头来到他家去找没发现，然后就给他回电话说家里没人，门都开着呢。那门开着呢，说明他没有走出远门，那肯定就在附近嘛。所以他们就一股不祥之兆预感，然后就叫其他的老头一起来找一找。结果就在他们家地前面的沟里面发现了他。第二天你想想，大概从他倒到沟里面去，到后面村民发现他也不超过24小时据说人都已经烂了，就是那种就是腐败了都臭了。
这个就是农村啊这个现状，这个就是发生在我们老家，而且还是我的一个亲戚一个长辈，对吧？他们那个村庄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事情，你说怎么解决？解决不了。我这个长辈啊，他子女都在外面打工，实际上也就够自己，够养活自己，还养活孩子。如果把这老太太带过去呢，那实际上他也做不到，他也没办法去照顾她。这个孙立平教授说啊，他说也别光说问题，有什么办法吗？老实说，一个退休老头能有什么办法呢？就是孙立平教授自己说啊，他说他是个退休老头啊，他说写这篇文章也无非是呼吁这个问题应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因为首先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也是怎么认识和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应当说，这些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有关专家也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但基本的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扭转。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还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摆在什么样位置上，是思路的问题。据报道啊，全国人大代表张毅建议未来10年中央财政每年投入3000亿元，将基础养老金提升至500元。全国人大代表卢庆国建议将参与新农合的农民养老金标准提高500元每个月。全国人大代表侯二和提议提取央企利润5%，设立农民养老补偿基金。他说这些具体的建议在现实中是否可行，我不知道，但我想这些建议体现了一个东西，我们的思路是应该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关于这个农民养老金，对吧？提升到500元一个月，说实话啊，我觉得当务之急先一刀切，就是农民的养老金提高到300一个月，就是低于300的直接就涨到300啊，这个就不要再讨论了，直接马上就要执行。而且这个钱也不多，因为有些地区的农民养老金它已经超过300了，现在还低于300的有不少，对吧？比如中西部农村、落后地区农村啊，它也就是还是140、120、160、200的这些，对吧？全国范围内300以下的全部给它补到300每个月啊，然后到500一个月，那你可以，对吧？过1年做一个计划，逐步达到1000一个月，对吧？这不是很多专家说了吗？那个经济学家马关元，对吧？还大摩的那个邢自强不都说了吗？对吧？你至少要提高到1000一个月，但是这个钱从哪儿来呢？所以你要一步到1000，它这个财政的压力又大，现在政府都没钱呢，所以说先补到300，我觉得这个压力小得多，对吧？挤一挤还是有的，再逐步到1000，给个3-5年的过渡时间。那这个港交所的前行政总裁李小加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补偿经济增长中对数亿农民欠债是中国的未来，中国社会分配不公话题持续升温。香港交易所前行政总裁李小加认为，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亏欠了数亿农民，产生的财富中估计有一半被国家掌握，也就是在大头那儿，按照维维老师说法按照加头老师说法，那在集体那儿，这个李小加说应该用来合理补偿农民，偿还这笔欠款就是中国的未来。这个是李小加星期四就10月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叫米尔肯研究院亚洲峰会一场对话会上说的，说中国能在过去数十年取得巨大成功，关键在于土地、劳动力、环境、储户权益4方面，叫损失分配能力我跟你说这个有点像过去叫工农剪刀差，就这个意思。李小加说这叫损失分配，就是他解释他说中国给农民极低的土地补偿，用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成本实现了城市化和工业化，数亿农民工投身城市建设，拿到了微薄薪酬，只是他们应得收入的一小部分。这两者再加上巨大的环境破坏和对储户资金流动性的限制，一共是4个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条件，中国却都做到了。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对吧？咱们天天聊房地产，你看我记得前2年各个地方不是出台政策吗？鼓励农民进城，那你进城了之后，那宅基地怎么办呢？宅基地复垦，就把你的宅基地给它垦成那个种菜，给你5万块，宅基地又收回这个集体了，变成耕地。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中间猫腻说你把它也恢复成耕地，然后给你5万块，你不是占便宜了吗？实际上不是是政府占便宜。为什么呢？你这个地方你多了一块耕地，意味着政府可以在别的地方把一块耕地变成住宅用地，这样保持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变，对吧？你这块多出一块耕地意味着那个地方就城市哪个郊区它就可以
拆迁征收了，你得到的不过是5万块，他就以这种极低的成本把土地啊最后变成住宅用地，那是多少钱一亩啊？在上海，对吧？那是几十亿一亩啊，但是他付出的成本在多少啊？这就是土地指标。我在有一期节目专门讲过怎么样倒这个指标。那农民得到就是5万啊，所以你看啊，这个城市化、工业化，第一个要的就是地，要用地。那这个地是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拿过来的。这个李小加说啊，他说我们拥有最低廉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和资金成本，加上所有城市市长和各方人士都在这个4个维度上竞争。华尔街资金在过去30年间无处可去，管理人员都给吸进中国里面了，因为你根本无法找到另一个地方能以这样的成本结构来实现如此庞大经济体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而这个过程对数亿中国农民造成的亏欠，总有一天需要悉数偿还。尽管尚无实证研究，但李小加认为，中国经济过去30-40年里创造的财富中，80%人口仅拥有其中20%，另外20%归属城市中的20%人口，可能有10%在腐败官僚群体手里，50%仍掌握在国家手中。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国家掌握的50%财富将如何分配，也就是维维老师说的大头啊，这个加特老师说的集体掌握了50%这个整个的财富。那李小加认为，这50%财富你要怎么分配？应该向农民倾斜，要把亏欠农民的给他补上。李小加说啊，我们已经不那么在意增量增长了，那带来的变化有限，远不如找到50%财富更好的再分配方式重要。所以这些年，对吧，咱们谈论这个再分配公平更重要，因为你现在把蛋糕做大越来越难，在蛋糕越难做大的情况下，那你只能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在李小加看来，国家掌握的这50%的财富应被用来偿还4大损失分配产生的巨额欠债。他说我们必须投入资金帮助农民，确保他们能在城市里租得起房，让他们的孩子能上学，获得医疗保障，得到某种程度的照料。李小加强调，这不是一笔能无限积累的欠债，中国需要确保被牺牲的一代农民在后半生得到合理补偿。他也说偿还这笔欠债就是中国的未来，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说实话非常非常难得，这个李小加他能有这样的认识。大家也想象一下这个李小加他长期在在香港，在新加坡，但是他对中国的农民问题，第一个他这么关心，对吧？第二个有这么深的深刻认识，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当然了，在有些爱国正能量，对吧？在有些这个加头粉或者维维老师的拥趸里面，你要关心弱势群体，那你就是别有用心，对吧？你要打这个大头的主意，那你也是别有用心，对吧？你要打集体的主意，那你就是动摇国本，就是卖国就是大侄子。就这些人他从来不关心自己的父母，自己身边的这些穷苦的亲戚，对吧？农民他们的待遇他们视而不见，他们只在乎宏大叙事，只在乎今天有没有气着特朗普，对吧？只在乎今天有没有吓到了美国海军，只在乎今天，对吧？这个特朗普有没有尿，又吓尿了，又气着了，对吧？对身边这弱势群体，对身边需要照顾的人，对吧？对他们的利益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了。有关分配不公的议题近年在中国社会持续升温，其中农民养老金与城市体制内人群退休金的巨大落差尤其受到舆论关注，对吧？一个65岁的农民一个月只有130块、140块，对吧？而胡锡进老师，对吧？小3万块，你说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最后我再说一说关于农民、农村这些问题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都是好事。我觉得以我的经验，以我的观察，还是要坚定不移的搞就是城镇化，想办法把农民集中到镇上去。人口越集中这个公共服务越容易提供，对吧？你比如养老院，你比如说幼儿园，你比如医院、邮局、快递站点、餐馆，对吧？你人一聚集，你很多这个需求就出来了。小餐馆，那很多老人呢，农村老人他也没办法自己做饭，那他可以到这个小餐馆去吃饭，花点钱。你有的家属不是说没有钱钱是有，就是没人照顾。问题是这些偏远的农村那地方一个农村也就30户人家，30户人家里面恐怕只有10户人家有人，而且都是老头老太太，那地方不可能有餐馆。你说有餐馆也行，他骑个车得骑个4-5公里或者3-4公里才骑到一个小镇上，非常不方便。所以我觉得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尽量把这个农民集中到镇上去。
因为现在农民他已经不种地了，老头老太太他还种点菜，那你可以在镇附近呢，就是你不规划的镇嘛，那镇附近开辟一些地出来，对吧？给他们种菜吧，一个人分一小块，你喜欢种啥你种去，然后他其他的地就包给大户种去了。也就是你只要想办法都能解决，千万不要听信某些专家的反城镇化、逆城镇化，对吧？让好不容易进城的人你再回到农村，这个不好。第二个就是让城里面的这些有钱人，胡一进老师这样的，对吧？他有稳定的收入，他自己还有财产，这些人他在城里面跟年轻人抢占资源，挤地铁嘛，挤公交，抢那个广场，跳广场舞，不如把他们送到农村去，就是吸引他们啊到农村。农村地方广阔啊，你随便跳，不扰民，对吧？然后你到农村去，你可以种地，可以满足他们的这种叫乡土情节啊。然后他到了农村，他盖房子，他花个100万，完了他还请人呢，他还请保姆，对吧？他还请人帮他种地，请管家帮他打理。实际上，一个胡一进老师到了农村，他可以带动3、4个就业，还增加了当地的 GDP， 对吧？增加了当地的消费。但是现在你看啊，这个改革完全是反过来的，不允许胡一进老师下乡。一个胡一进老师啊，搬到农村去，他要带动好几个人就业，他还创造好几个就业岗位，他还要拉动当地的这个 GDP 啊，他每年至少拉动几十万一个人呢，对吧？得让这些有钱的人、有消费能力的人、有时间的人让他下乡，然后乡里农村的这些人才有机会啊赚到点钱，否则农村哪儿变出钱出来吗？所以要2条腿走路，一个是增加农民的保障，对吧？一个是想办法还给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就是增加他们的收入。怎么去增加？把农民集中到县城或者是镇上，这个农民就是互助养老啊，问题也解决了，对吧？一群老头老太太在一起互相照顾，对吧？互相关照一下，这个问题也能解决很多。那顶多再请2个或者几个服务员，那这个成本也会很低。总之啊，按照这个孙立平老师的说法啊，该关心一下农村了，要不然农村会问题越来越多，说不定会拖累经济啊，拖累治安，拖累这个整个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